来看高雄的消息，中油高雄大拿炼油厂去年10月27日暗时呢，厂区呢爆炸导火。代志发生后，中油董事长捌亲身出面会室咧，当时讲这个事故的原因是燃烧塔的管线破去。不过经过第三方调查发现，讲是其中集管焊布出问题。中油大拿厂再紧的各开一个说明会，不过现场的居民呢轮流伫骂，指控中油第一时间为了平息众怒，凊彩讲一个理由来应付，明显是人为疏失。中油真正是有够离经。中油爆炸了！111年10月27日暗时10点35分，中油高雄大拿炼油厂内底爆炸导火，这场火佫一摆互民众掠光。政府甲我钱来啦！民众不满，中油当作目亲身会室咧。高雄会室咧嘛来讲详细，迄当阵讲是管线破去才爆炸，也毋过过5个月，中油大拿厂佫一摆召开说明会。空气里面具有浓度瑕疵，造成基本将甲本体的焊道发生破裂存在关系。干部说明，讲事故正办的原因是第一空气冷却器用接有问题，管线才破去。也毋过对大拿炼油厂事故直团，民众也是无法接受。后日直接找家母，放电三我咧拨。家人民把人咧收，这才是问题。关机啦！到现在没有用啊！关机啦！随的加价遐咧，骂中油第一时间凊彩应应的人为疏忽，想要暗砍准过。给你这么宝贵的意见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自己前期验收，研究到我们自己花钱。民众这尔起毛摆，是因为大拿炼油厂事故团111年2月、3月、4月的违规事件，拢总罚款166.5万。10月又发生制定第2摆爆炸，若尾下敢有全面进行检修，敢会阁发生问题，中油一定要好好深入调查详细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